天父爱的创造。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一直找扶持拥抱。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你，神先爱我们，所以你我不一样。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你，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大家聚集在这里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我想我们在世界上会被创造出来，是因为有神的旨意在其中。那就像这一首歌写的一样，因着爱被创造，因着爱所以我们在这世上，因着我们互相彼此相爱，所以这世界会不一样。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许多的苦难，很不顺利。那我希望大家都思考这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要我们在世界上发光发热，互相彼此照亮。你在这路上一直都不孤单，因为我们还有彼此，我们还有上帝。就让我们再唱这一首《爱》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你，神先爱我们，所以你我不一样。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你，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我们爱你，神先爱我们，所以你我不一样。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你，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是上帝疼咱，照伊的形象创造咱每一个人。伊疼咱，甚至将伊的独生的囝主耶稣基督赏赐予咱。主耶稣基督讲：我来是要互恁得到生命，而且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。虽然咱的生活中间有侪侪看路，有侪侪忧伤，有侪侪痛苦，都是主耶稣讲：我的囝儿啊，来，我要赏赐你全然的平安。我要互你的生命，我要甲你做伙，充满着你。咱三个来唱这首《上帝影用疼包围你》。上帝的影要你相信，把你疼来包围你，伊会充满你的心，互你满足。伊会让
伫圣经内底有真侪受到祝福的祈祷，汉娜老目屎祈祷，上帝就应允伊，赏赐伊3万年。有用中间嘛有另外一个祈祷，受到祝福的祈祷，就是阿米斯的祈祷。阿米斯伊自细汉，伊出世的时阵就是受到真侪苦难，伊的一生嘛受到真侪苦难，总是伊求叫以色列的上帝讲，恳求你赐福我，恳求你开阔我的见界，常常甲我伫地，互我无受艰苦，无受灾害。上帝就应允伊的祈祷，伊一生就得到改变。即时邀请大家，咱三个来唱一首。听我的祈祷，来用祈祷的心来唱这首歌。山顶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我赐福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希望，你的双手。保守咱的的确无对面，保守咱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咱的侧边，互咱无摇喘，做咱的应援。即时太阳无伤咱，免是月亮也无要害咱。耶和华伊要保守咱每一个人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守咱的性命，咱出咱入，耶和华拢会保守咱。为即时到永远，邀请大家咱个一届来唱这首《我的祈祷》。山顶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福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希望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。